双语播出，敬请锁定台视动画《航海王》。直击火山熔岩，聚焦滔天海啸，挖掘史前考古僧秘，钻研先进太空科技。登上喜马拉雅山之巅，深入婆罗洲热带雨林。我们关怀脚下这片土地，也心系身处的蓝色行星。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在点台语新闻，我是郭怡中。新闻都开始，赶紧带大家关心在点上新的消息。在基时小连线2届地动，其中透早5点28分，这届地动，新北市中和新生街一个差不多60岁妇人人，敢若互会当活动的铁砂拄喊着。消防队员赶来到现场，发觉已经无喘气，赶紧甲伊送病急救，将其尾也是救袂倒转来。详细情形，连线记者徐旭杰来带咱了解。旭杰。好，主播各位观众，今天清晨5点28分呢，全台是发生了这个规模6.0的大地震，地牛大翻身，全台都相当有感。那么其实呢，各地也传出了一些灾情哦，其中呢包括像是新北市中和新生街呢，就有一名妇人呢，当时刚好是熟睡状态，却突然呢因为这个床边的衣柜倒了下来，压到她身上，因此呢是当场失去生命迹象。我们来听一段稍早访问。我们大概8点多送了一位60几岁的妇人来，那报案是说在家里是被铁架压到，但是因为现场有被移动过的痕迹，所以到院前已经没有呼吸没有心跳，所以目法师没有办法研判是到底他死因是什么。从外表来看，只有右脸有2条的压痕而已，那其他身体是没有明显外伤。对，因为他来的时候四肢其实已经有点僵硬了，所以根据经验提，他应该是往生已经有一小段时间了。好，那这名妇人呢送往医院急救之后呢，其实不到30分钟是当场就宣告不治了。那么其实呢，因为妇人当时呢在熟睡的状态当中，这个衣柜呢是突然就倒了下来，直接呢就压在妇人的身上还有脸上，再加上呢，因为这个衣柜其实是铁质的，而且上面其实又放了非常多的衣服，所以说呢重量其实呢不算轻，而且妇人因为睡得相当的熟，并没有大声的呼喊，所以家人发现的时间其实也是蛮晚的，也可能呢是因此呢延误到一些急救的黄金时间。那么妇人呢最后送往医院急救之后呢，仍然是宣告不治。那现场呢有更多的后续灾情，也将会继续为您掌握。我们先把时间交还棚内。另外一个建筑师上新的现场画面，赶紧来听总统蔡英文上新的讲法。都持续的在收拾当中哦。那另外我们这个中度台风利奇马台风也发布了陆上台风警报。行政院所主导的所有的防灾救灾的机制也全部都启动了那我们的机器设备还有我们的国军都已经准备完成，随时待命来救援那么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国人要特别的留意在这段台风期间在山区在海边都要特别留心自己的安全那么我们也会持续的注意这个地震后面的这个余震跟这个即将来的这个中度台风会发生破坏性的这个冲击那这也是我们在这个阶段特别要注意的事情。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出入要小心也避免到危险的地方去我们也希望在公益之中大家更能够在一起平安。谢谢。好，谢谢。请提问。要请教，早上有被地震震醒吗？其实已经差不多醒了，但地震确实让我马上起床。那第一时间的反应是什么？其实这一次的地震其实是感觉上是蛮强的，我相信在台北的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好，另外来多谢。是总统8月2号有致电来金的，还有跟他有接。今天我们就不谈选举的事了，好不好？好，谢谢。来下一位。另外请教就是现在中国那边进一步就是一步在限缩台湾，那怎么看？我想两岸之间的正常交流我们都采取开放的
那这段时间以来，我们也看到中国在旅游或者是在是等方面开始设限了。那我也觉得这对两岸的正常的交流并不是一个我们所乐见啊。那也剥夺了中国大陆的人民来台湾走走看看，能够认识台湾，来体验台湾的风土人情，也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情。好，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有，因为我们的所有的国家的这个防灾系统，其实现在做得非常的完整。第一个时间，我起床，当然我们的苏院长也赶赴这个采访中心了。那么事实上，我们所有的系统都有跟我随时汇报情况，所以电话大概3分钟以后就有电话打进来，跟我汇报会提示的情况，后续也有很多的汇报持续的。好，谢谢。市长韩国瑜啊，有讲到说，就是大家继续同意选总统，是不是要让身边就是吃香喝辣的这种不实指控？确实是这种不实的指控，已经做到总统候选人了，最好是不要这样做了哈。不过今天我们都在讨论这个选举。好，谢谢大家，谢谢了，谢谢了。还有5家国外的厂商要来投资那个双子星，但是其实台湾的政治风险太高。那就是他说这是台湾目前政府要思考的问题，那怎么看？我今天不回答政治问题哦，不过简单讲一句话了，他的分析都是正确的。好，谢谢。总统离开了。好，咱拄则听到就是总统蔡英文上新的讲法，嘛特别讲到风台伫要来啊，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风灾。另外，这方面上新的现场消息，继续要来关心透早5:28分，这个地动，宜兰打起的跑马古道都大了石头连落来，警察已经扣封锁线，暂时无开放民众赛车经过。现场上新的情形，继续连线记者陆英业来传来了解。英业。好了，主播各位观众，今天凌晨是发生瑞士规模6的地震，而震央呢就是在宜兰县。那其实整个宜兰地区都可以感觉到很明显的摇晃。而我现在人呢，其实就是在这个礁溪的跑马古道附近，其实就是知名的这个礁溪老爷酒店。可以看到，因为在这个地震过后呢，现场呢是有这个落石坍方。那因为这边本身就是属于山路的关系，所以路面其实本来就比较小条。那也因为这个落石的关系现在呢，警方是已经拉起封锁线，禁止民众以及车辆通行。那你可以看到呢，其实就在我们刚刚画面中也有拍到，在这个山壁上面呢，甚至是还有这个巨大的石块是悬挂在这个山壁上面。那因为支撑的这个山壁呢，是因为这个坍方的关系，是有点被掏空的状态就怕呢会有余震的关系，很有可能这个石块呢会再造成再一次的坍方。所以目前呢，警方是先拉起了封锁线，而就在这个山壁旁边可以看到呢，有这个水塔的部分，也因为被这个落石击中，导致变形整个水塔呢是已经被挤压到变形了。那目前警方也在现场设置了这个三角锥，稍后呢会有相关单位来进行清理。不过还是要提醒民众地震的关系，再加上呢又有台风来袭，如果呢这个登山客或是民众最好还是避免往这个山上来移动，以免发生危险。以上是我们在宜兰掌握到的最新情况，先把现场交还棚内。多谢英业，差不多接收到上新的画面。日今嘛，风台伫要来啊，你咧东部海边就出现这款雨瀑的情形，也就是落雨，亲像水墙同款。宜兰县南方澳内比海边半空中有一搭足大搭足高的云，中破一孔，雨水直下落来。民众看到这个画面，赶紧甲画面翕落来。现主时，日今嘛风台已经变作强度风台，东部海面海涌嘛愈来愈透。气象局特别提醒大家，讲宜兰地区有可能会上大雨。甘肃人员嘛赶紧来到海边叫民众莫留伫遮看闹热，才袂发生意外。另外一个上新的场面要来关心，敢若因为地动影响，伫台北市南港软体园区的园区街，就发生好亲像假树楼的情形。消防局赶紧出动水修车来压水戒备，假树公司即嘛当咧抓漏。现场上新的情形，继续要交记者叶婷来查来了解。叶婷。
好了，主播，相信各位观众的朋友呢，其实早上都有感受到明显的地震的摇晃，而就在台北市呢，也是发生了强度大概震度是4级。而其实呢，稍早的时候，大概是接近7点的时候呢，台北市的南港园区街这个停车场呢，疑似是因为受到强震的影响呢，而发生瓦斯外泄的情形。而就在稍早的时候呢，我们也访问到住户呢，他说当时的情况真的是非常的刺鼻，就是说非常可怕。来带你们听一下他的最新说法。我说那个瓦斯外泄啊，然后我们这个没办法营业啊，我们的管理员就是一定要过来这边看啊，作证啊。是发生在地震之后？对，可能地震后。然后是有闻到什么味道？瓦斯很重。很重。对。味道是很刺鼻。对，反正就是比一般家庭味道更重啦，就瓦斯外溢这样子的。会不会蛮担心的？担心，大家都会担心，住户也会担心，我们的停车场也会担心啊。停车场有我们的有我们的业主客户啊，怕说他们的那个车子的安危啊，都会啊，不担心是假的啦。现在状况啊？现在的排除状况 OK 啦，现在慢慢在排除了啦，也没什么，还好天保佑啦。就是很多人啊，我会看到很多人在处理啊。那时候我还没有。对呀，对呀，刚来上班的时候奇怪，怎么那么多人呢？这样子，我被你吓一跳啊！这个是，就我们知道的，跟你们讲这样子，很累就是地震完后半个小时，然后就是后来就是慢慢有一点点没有很浓，但就是慢慢越来越。后来那个社区的警卫就有报消防局，对，然后消防队就来，然后他冲水一直冲，后来冲的时候比较淡，然后可是还是那个味道还是很重。后来我们都把瓦斯全部都关起来，因为它那个味道一直过来，对，然后他们冲了大概快1个小时，对，就大概是这样子。味道很刺鼻。因为我们闻到都已经头晕了，因为我们也不能出去啊，对啊，所以那个警察是叫我们在里面等，就是坐在那边，然后越闻越很不舒服。对，后来我们就都上口罩，对，就是这样，大概是这样。尤其是你们还是做早餐的，会有一些瓦斯。对，所以我们全部就是把瓦斯还有全部总点就关起来了，对，不然会有危险，因为那个其实一点点就是会马上就会，他是说浓度很高会爆炸的情况，对啊，很担心啊，吓死了，对，而且早上后来都没有人啊，对啊，因为全部都要关闭嘛，对啊，就这样，大概是这样。很大，大概6000块的损失吧。对。好的，我们听到呢，住户是说当时的气味真的是非常的刺鼻，而他们呢也感受到呢是明显的有点身体是受到影响的状况呢，而且现场呢也是戴起了口罩。不过呢，就在稍早的时候呢，其实消防人员呢也已经来到现场这边来进行了洒水的作业工程，而现在呢，您可以看到呢，网施公司的人员呢也在现场呢进行施工作业，也是要来寻找一下泄漏点来进行抢修的情况。以上是记者长到的提醒，先把时间交还棚内。多谢玉婷，上新的报道继续嘛要来关心，同款是上新的画面。透早5点28分地动了后，花莲的空勤人员出动直升机来巡逻。透早花莲的半空中已经规个大乌云。这届发生瑞士规模6.0的地动，震央伫咧台湾东部海峡。为了确定东部烟花拢会当安全，已经成立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空勤队特别出动直升机巡查苏花公路沿线，也有南洋平原这块位啊，看敢有崩山或者是敢有大粒石头连落来情形。防灾中心嘛，当咧防灾提醒民众讲，因为陆上的风台警报已经发布，特别注意就是东部也有北部有可能会上大雨，提醒大家千万唔通结外外。另外一个上新的现场，要来关心宜兰透早发生地动，台中冒灾情，地动引起到台中市南区高园路，也有南平路12路口，水道水管破，水从海底运出来，涂骹破差不多10方均环。现场也有卡数微震动，详细情形连线记者江定雄来带咱了解。定雄。好的，主播观众，就在今天清晨5点28分左右，台湾的宜兰发生了规模6的地震，而在地震之后呢，也造成台中南区南平路以及高院路口这个地面有隆起的现象。目前我们所看到呢，这个地面隆起大概跟原本的地面落差大约5到10公分左右。而现在呢，这个地震之后呢，也造成自来管线的破裂以及瓦斯管线破裂。现在在我后方，目前所正在进行的就是自来水公司正在进行自来管线的修补，而在前面这
个部分呢，则是瓦斯公司正在进行瓦斯管线的修补，他们将这个瓦斯管线呢从柏油路下挖110公分左右，将这个瓦斯管线给止住。同时呢，这个瓦斯管线并不影响周边住户瓦斯的供应。那目前呢，瓦斯公司表示，正在进行的自来水公司呢，整个修补完成之后，他们才会进行整个瓦斯管线的修补。而地面隆起的部分呢，养工处表示将会等待3到5天左右才会完成。以上就是现场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形，把时间镜头交还棚内主播。多谢郑翔。另外一个上新的画面，继续要来关心透早5点28分发生大地震。台北市西门町成住店大楼地震了后，泰路规个落来，赶紧来看现场上新的画面。迄当时有一个查某人经过大楼边啊防火巷，无意中发生地震，规个壁泰路落来，大家拢赶紧闪。另外，还有几落个外国游客，迄当时本来是坐伫咧 KTV 门口口伫咧开讲，一个强地震了后，大家3步做2步，赶紧走去大路较空看，因为烦恼有物件落落来会去撼到，该在上尾无人受伤。插播上新的画面，继续要来关心行政院按算要废除印花税，结果台北市有可能因为安尼减49亿的收入。市长郭文德下早经体中央讲，敢若向开支票，这个敢若看眼前尔尔。现场上新的情形，咱做伙来听郭文德上新的讲法。印花税的事情好像对北市的税收影响很大。印花税昨天财政局有一个报告上来的中央印花税是这样的它只要一停止我们台北市少掉49亿的税收了当然是这样，我也知道选举快到了，你知道为了选票，你知道大家都要当圣诞老人，但是这样，你要把台北市拿掉49亿的税收，那我就要问了你有没有什么补偿的办法，或者说你要从钱哪里来？然后还有一点呢，因为以前那个汽油燃料税呢，一开始是60亿，那就减到现在只剩下30亿，所以我还是一样要呼吁民进党政府，选票是一时的，你知道吗？可是政策是长期的。你今天如果要把台北市拿掉49亿的印花税，那你就先跟我讲，未来几年你到底那个少掉的钱要从哪里来？所以我看这个节呢，我每次讲说有任期的选举制度，加上没有历史观的政治人物，造成今天台湾的政治上的困局嘛。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嘛。印花税要取消，我也没有意见的，因为这个是轻政、减政、轻税，这个原则我是同意的但是你要先告诉我说，你这个49亿拿掉，台北市的这个税收要怎么应付？是49亿，不是49元，49亿呢？你今年如果明年不见了，那请问你从哪里来？所以这样。钱又这么多所以我还是不太赞成说选举到了，你知道哇，真的选举支票一张来开问题是明年怎么办？后年呢？所以当然你用特别预算什么就今年给我49亿，可是我要问的是明年后年呢？所以还是要有长期的规划，不要随便喊价，这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该做的行为。好，咱拄则听到的是郭文德上新的讲法，继续要再来关心日基马航太慢慢挖过来，为了要防灾，所有的中正基地嘛派救灾兵力伫咧固守，特别是宜兰县政府已经成立2级的应变中心，提早准备伫咧苏澳镇、南澳乡的地区，为了万不利若受需要，会当用上紧的速度来救灾，甲民众斗3工。指挥官嘛讲到，海陆登陆的攻击车，也有树灵船已经派来到这，万不利若受需要，不管时都用得到。日基马风台早起时已经变作强度风台，气象局特别针对台中以北拢发布警告，有可能会透风落雨。特别是台北市市政府水利处昨下晡派大型吊车，先把一寡码头铺桶吊走。另外，环保局嘛已经声称市区的水沟先准备好势。将大底插板吊起来，日基马风台要来，台北市政府风台总动员。工程人员空手把一支一支的条仔挽起来，就惊西北风台可能会带来大风大雨，出动大型吊车将铺桶码头吊去岸边。风台要来进前，唔敢大意。这个引桥其实它是会影响到这个水流，当水位上来，流速增加的时候，有可能会被一些这个杂物
所冲毁，会流到下游，这个都有可能。日骑马台风来势汹汹，而河堤旁边货柜呢也在进行紧急收拾。这边是蓝色水路的船票售票处，由于就担心台风的影响，待会就要马上撤离。那些公路卖船票的业者同款休困，要利用风雨来进前上好的好天气，来把灾害损失降到上低。水门内车主同款就要注意刷车的时间。目前预估应该是在明天晚上的时候，会关闭疏散门。那当然，这确切的时间还是要看中央气象局那边发布的一个状况哈。疏散门关闭前的2个小时就会进行开始我们的这个交通警察大队就会开始进行拖吊的动作。环保局同款是真无用，针对市区内底水沟啊，先来做清理，要来防止淹水。伫咧离骑马风台来进前，做好万全的准备。记者综合报道。大概若是做风台，新北市有来山区就会上大雨、做大水。过去嘛捌发生过土石规下落来灾情，损失真正力。区公所特别准备1000外包的沙包，伫咧界边嘛调大型的机具来到这，提早放入部落，希望会当甲灾害降到上低。趁日骑马风台还未来，有来老家排水工程赶紧赶工，就惊大雨一个来，溪仔水涨起来，佮做大水，加上即马佮加一条排水道，要来解决本来排水量的问题。有来民众会这么紧张是有原因的，像讲107年玛利亚风台，就互有来真侪路段路边石头一直落；，佮有105年的梅基风台，溪仔水土沙拢灌入去厝内，互有来的人上惊的就是104年的苏德力路崩起灾情真严重，互大家拢唔敢放风风。也怕急降雨、降雨量的问题，因为目前老街在施工，现在在做排水设施、做新桥，是会担心会水排泄不出去会倒灌的问题。我们这个水从后面上来啊，后面是南势溪，沙包堆了没用啊。这届日骑马风台来，看出来大家拢足烦恼的。香港雨一直是有来的人上惊的问题。区公所嘛准备1078个沙包全面戒备。水闸门的部分那也会随时会跟龟山坝这边会随时联系来做一个放水的一个这个流量。因过风台扫过有来为福山到圣贤部落，拢是上高会出现水崩山的所在。即马已经提早派大型的机具过去啊，住伫靠华南社区的人，若是风台来嘛，拢会先离开厝的气味。民众敢若祈求大雨造成灾情的情形，莫阁发生啊！记者综合报道。搁再来关心高雄三明区的原兴里、正兴里的百姓，顶一届市九做大水，这届听讲日骑马风台又搁要来，百姓甲里长大家拢真顶真，一寡民众老早就甲家具量好悬，惊讲万不利若是淹水。另外，里长嘛咧人面册铺文，提醒有需要的民众会当来到区公所领沙包。风台要来淹大水的嘛洗机啊。日骑马风台来，高雄三明区原兴里长唔敢放放风，7号下晡就出动，一家拢问提醒民众爱做好准备，因为顶个月719做大水，真正是惊到啊！一直搬平，你实在淹啊，你人走袂出去。阿伯看甲真开，唔过隔壁工厂的头家足紧张的，顶个月巷仔做大水，淹入去工厂，会当吊起来，就像安尼来处理。吊袂起来，机器就干来当互水淹，上少损失30万。固定关度尔，淹伤悬嘛，无法度动啊，嘛是拢会淹着啊。这号嘛共款淹甲惊，帮紧直接退互管。这头正10桶，问讲看有沙包，这后壁这是进前用沙包地，一边淹水了，水利局来叫因2天后就甲暂时先空起来。甲原兴里长共款，无因咧做风台准备的，还有正兴里长辛秀玲。那但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因为我担心的是那个台风过后的那个强降雨。一定个月，因为伊的里做大水，甲高雄市长韩国瑜对下，7号早起，伊就伫人面册铺文提醒，有爱沙包的民众会当去区公所领，不过也是希望这的物件会当拢莫用到。记者综合报道。另外，要带大家关心菜价，台北市果菜批发市场菜色批发价加减有起，菜色像讲是菜叶类汤丝菜，也有硬菜起上济。另外，葱仔1公斤已经起到128块银，一寡人赶紧先来到大卖场买回去炖。业者嘛提早准备加进一寡菜色，也有泡面。风台来进前，就惊菜起价，有民众提早先来买菜。
就怕台风来就很麻烦啊，就跑来看看有什么菜这样。看一下我们的蔬果可以存放的哦。说真的，台风大家还是会怕啦。会阁真有够，唔阁受到风台要来影响。根据台北农产运销公司的资料，菜叶啊类像讲汤匙仔菜为1公斤17块起到27块，印菜为1公斤23块起到34块，葱仔嘛为1公斤780块起到1公斤128块。看到这个介绍，和真侪民众拢目头格格。市场的话大概20块啊。20块，它现在29块。这怕会出现抢水潮，因此呢，在卖场这边也准备了比平常多1成的瓶装水，要保持架上货源充足。不过还是可以发现到呢，其实这个瓶装水的销量还是相当不错。有一部分的家啊，存无几罐水，另外像讲泡面嘛是风台来进前一定爱买，会当囤偌济就算偌济。刚好就是台风还有那个中元节的东西就一起买，多增加一些蔬果的一些量，因为现在刚好也属于中元档期，所以民众他也会再购买像是泡面，我们也比平常增加了大概2到3成的一个补货量。那预计像整体的业绩也会成长大概3成左右。风台加上中元节要到啊，看过去塞车内底拢是各种的食物，就惊风台来会受到影响，民众趁有闲的时间出门买物件来囤，卖场嘛早一步甲汇报互阮来为风台做准备。记者综合报道。另外，要来关心，规台湾各地种果子的人拢赶紧采收，像讲苗栗县大湖乡新兴梨啊，产季要煞，一寡落掉的梨啊也未熟，赶紧用铁线绑好条。另外，还有分林的木瓜、花莲的柚啊，拢也未当采收，先共款绑好絚，减少损失。花莲出现一阵的风雨，这个柚啊园的柚啊是31年的老长，今麦风雨网拢已经搭起来啊。农民讲，过2礼拜才会当收成，因利用18张果子来做实验，发现有大网啊柚啊，干那会落2-3成，啊若无大网啊会落7成以上，所以先做风雨的准备，真正是足重要的。希望它掉果的情形比较少。那其次就是出网，那没有挂网的呢，就当然是很惨。来到大湖乡新开村的梨仔园，四面有山保护，不过农民嘛是唔敢凊彩。伫果子园搭铁网啊，主要是希望树啊拄到大风雨，袂摇甲伤厉害，互梨啊落落来。台风进来，它比较会避风一点点。农民讲大湖新兴梨产季得要过啊，桥北城的梨啊拢已经收落来啊，不过树啊顶也是有真侪梨啊，也未到210天以上，品质甲甜度拢无够。就算风台要来啊，也是坚持扛咧唔收成。就算什么台风来也一样，还是会留在树上，成熟度有够才会采下来。同款的情形伫分林县拿来乡的姓严的农民种3分半的木瓜园，虽讲伊的网啊已经算是强化型的啊，会当挡12级的风，不过也是爱甲锁啊绑好絚，互鸡啊较稳的。另外，佮甲一寡叶啊挽掉，互树啊食风的面积袂遐尔大。加强型的，较抗风，较唔惊风台。农民讲木瓜是千斤的农作物，真惊积水，所以嘛加强排水的设施，这点啊疏忽就有可能会造成几60万的损失。尽全力做好风台准备，唔敢放风。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一听讲风台要来，大家拢真无闲。苗栗县通霄镇白沙屯沿海，旧历7月起，若是有考劳的时，就几落百个人去入咧海墘啊收蚵仔，2-3点钟会当趁外蚵仔，讲会当趁几落千块，当做是外蚵仔加减趁。也毋过离期嘛风台一听讲会来，大家真烦恼蚵仔会用风台制暖，在地民众把握时间，赶紧来收蚵仔，现场的人会当讲是满。一台野生的蚵仔差不多有10几台斤，这拢是民众拄正接伫海边挖起来的。苗栗县通霄镇白沙屯的海边啊，伫当年农历的7月到8月，会使讲是野生蚵仔大出的时，在地民众拢会招人找伴，做伙来去海边啊采蚵仔。蚵仔吼是盛产期啦，所以说吼，哇，迄一天有当时大家拢几啊百人呢，青蛙装不要穿，比较安全性。当地民众讲。这款野生蚵仔大部分拢是附伫的这个岸边的石头顶悬，趁海水考涝的时，就要紧来挖。除了爱穿这个风骨的鞋啊，还阁爱挂树林的五爪啊，安尼才袂去刮到。来采蚵仔嘛无适合穿夹仔衫，才袂把涝的时水灌入来分丝内底，造成行动笨强无方便。也若这个挖到的青蚵仔直接甲煮汤。都是一道真清秀的假丝。要品尝的就是它的鲜美、甜度。所以说，我们一般在煮我们的石头科的时候呢，大部分就是煮汤，那顶多放一点点小姜丝。有喙真内的食食客，因上爱食这款野生的蚵仔，也若挖较济民众嘛，当甲摕来卖。
一台斤差不多是卖200至250，有当时一个买嘛就通赚几落千块，少赚一个外劳啊咧。不过因为这个风台伊干的大风大雨，有可能来影响到这个蚵仔的生长，也是讲改变海沟。呼吁民众若是来喂蚵仔，都要把握时间，要注意到家己的安全才好。记者综合报道。咱咧讲，人若说种不啊生菜瓜，台中一个阳城市去年12月开800万买一架全新的旅行车，拄使1个月外就互人弄，讲8个月来弄4届，伊的车拢是停着的时，互人为后壁甲伊剪落。阳城市就那甲画面铺上网络，所有网友看了到底，感觉爱笑。新车记录器翕到车顶啊，阳城市的车拄倒弯，收尾到后壁一台电动脚踏车未互动，直接甲弄落。弄到啊！新车接驶个月尔就轰动，互阳城市的心足疼的。好佳在无讲真严重，想袂到也袂煞。阳城市伫路口等红灯，头前的客运煞慢慢啊捌去，后1秒就甲弄着。想袂到车送去修理，才修理好3天尔，阳城市就搁互另外一台货车为后壁甲弄落。代志过无5个月，排队马路高速公路嘛无代无志轰动。驾驶足无奈的，新车交车才8个月尔，就轰动世界。轰动的时阵，车阁拢无咧行，实在是有够衰的。阳城市甲行车记录器铺起咧网络，网友就笑讲，这台车受盗吸招心嘛。第3次的时候就去做更换车牌的动作，然后也去庙里拜拜跟进车，但是隔了大概5个月，还是一样的状况。这样子总共8个月，已经连续4次。阳城市的车内底挂真侪奇妙的球内平安符，车尾嘛搭保持安全距离的警告大纸，就是希望会当卖个互人弄啊。记者综合报道。另外，这个车主互人讲真糊涂，扑浪讲去新北市3林堡一个停车场停车，要走进前，甲车的窗仔门拢开开，想讲安尼较袂热。过年刚倒来看车的时，伊袂记哩车窗是开的，佫掠准车着插头，惊甲赶紧报警察。警察调查要1点钟，上尾发觉讲原来是伊乌龙隧道。停车场内底车来来去去，车主上惊的车互破坏，也是来着插头。这个月6号，一个女车主打准备要驶车，一看到伊的车惊一个，因为伊的4面车窗哪会拢无去，伊随来报警察。警察处理了，伫要1点钟以后，爱车主先来将车发动。这个声互大家听者拢硬去。当时这名女子停好车后，就把4个车窗通通打开，希望可以散去车内热气。之后呢，她就关上车门，直接离开。这件乌龙事件就发生在新北市3林堡的停车场，停了几工的车，车窗煞来着插头，车主惊到来报警察，但是警方到场一看，车外口并无破去的玻璃，车窗嘛无互破坏。警察只好请车主先来上车试看卖，结果车窗一试，窗仔门根本都无去，只是收起来。车主感觉真歹势，一直来回失礼。他可能自己打开，可能自己忘记了吧？就蛮好笑的，就是对啊，就搞乌龙。有时候车上会放一些什么随身物品或什么之类的，其实也不太适合把车窗摇下来。这名女车主的糊涂代志，互网友拢讲伤含。有人讲是安尼，阁会当摕到驾照。嘛有人讲实在是浪费国家的资源，一时糊涂无来关窗仔门，阁惊动警察到现场。警方对这件报案，唔知是要哭也是要笑。记者综合报道。跳近一个广告了后，赶紧要带大家关心上新的现场画面。离基马风台伫要来啊，依然出名基美公园先准备好势，加价试飞天车先刷走。跳近一个有上新的连线报道。小猪看错题目，竟想推给鬼遮眼。关于长鼻浣熊，哪一个是错的？现在讲的是错误的，找错误的。熊的鼻子应该是跟浣熊有关系，不然为什么叫浣熊？浣熊独居错的。这你的答案确定吗？确实是有血缘关系。有。我们是要选错的啊。是选错的，对。我跟你讲，不要很久要选错的吗？我看错了。对，说那个是有血缘关系。这是鬼遮眼。真的。快下载17M抢奖金，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17Q。Surprise！ 放一个吗？哎 ，Stop！ 所有新马的小鲜肉都是听我的歌长大的呀。
有人在追我，谁追你啊？喂，好像是警察。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赶紧要带大家关心拄则收到上新的画面。日基马丰泰伫要来，依然出名基美公园先准备好势，加艺术飞天火车先山走。详细情形连线记者林玉婷来采咱了解。玉婷。好的，主播，各位观众，透过画面可以看到，不断有吊车来来回回要拆除上方的小火车，而现场也有告示牌，也拉起了封锁线，防止民众进入。工作人员小心翼翼的拆除，就是怕破坏了飞天火车。而利奇马台风逐渐靠近台湾，宜兰火车站站前著名的吉米公园飞天火车，工作人员事先做了预防性的安置作业，依照规定要先拆下来，就是怕发生危险。等到台风过后，再将它重新调回去。我们先听听看稍早访问。依照正常的 SOP， 我们会做预防性的这个安置作业。所以今天早上从9点开始，我们会开始着手进行这个飞天小火车的安置作业。吉米公园内也有玻璃纤维装置艺术的玩偶，也会进行防台安置的作业。也提醒民众，利奇马台风不断增强，宜兰也将会带来雨势，千万要做好防台的准备。以上是现场为你掌握到的讯息。另外一个详细的消息，要来看到丰台天台北市仁爱病院边啊，有人把红鞋啊放伫遮。透早一个富人人伫仁爱路4段，也就是仁爱病院边的巷啊，发觉涂骹的粪扫堆有一卡塑胶袋啊，内底有一个红鞋啊，惊甲赶紧报案。警察一个赶来到现场，发觉讲这个红鞋啊，才拄出世无偌久，已经无命。警察当日现场调查，要了解这个红鞋的身份，嘛要追查讲到底什么人心肝遮尔啊残，甲红鞋啊等伫遮。另外，上新的现场继续要来看到，今仔日是无拉克丰台10周年，前立法院院长王金平早起时就坐高铁落南到高雄，来到寺庙替风灾不幸无命的往生者来祈福。拄好拄到今仔日透早又搁有地动，丰台嘛慢慢挖过来台湾，王金平嘛特别替台湾来祈福。咱做伙来听上新的访问。感恩诸佛菩萨的慈悲，那么让这个88水灾的往生者都能够获得一个好的引导，能够往生净土，让他们能够离苦得乐，而且重建工作也非常的顺利圆满。我们更祈求今天这个风灾不要再让台湾来受苦受难，那让大家都能够获得这个平安。听说谭市长就是有透过张忠谋，然后呢说想要联络就是郭先生这样子。这个我不清楚了，不过因为张忠谋夫人是郭台铭董事长的表姐平常当然台积电跟鸿海也有相当深厚的一个姻缘嘛，所以有没有效不知道，不过呢，这当然是非常好的一个做法。小猪看错题目，竟想推给鬼遮眼。关于长鼻浣熊，哪一个是错的？现在讲的是错误的，找错误的。熊的鼻子应该是跟浣熊有关系，不然为什么叫浣熊？跟浣熊独居错的。所以你的答案确定吗？确实是有血缘关系。有。我们是要选错的啊。是选错的，对。我跟你讲，不要跟你讲要选错的吗？我看错了，以为说那个是有血缘关系。这是鬼遮眼，真的。快下载17M抢奖金，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17Q。Surprise！ 放一个吗？哎 ，stop！ 所有姓马的小鲜肉都是听我的歌长大的呀。有人在追我，谁追你啊？喂，好像是警察。要我怎么帮你？你为什么要保护他？你刚刚见到你这可是我的，是不是？8月30日起，每周5晚间。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赶紧要来关心气象局上新的风台预报。当中，目前海上警戒区的范围依然是涵盖了整个东半部的海面以及北部海面。
而随着台风逐渐在靠近当中，陆上警戒区域的范围在这一报新增加了桃园地区，所以现在陆上警戒区的范围整体来说是涵盖了桃园以北的区域，还有宜兰、花莲地区。首先，我们还是先来提醒风浪的一个状况哦。现在的观测显示，在北部的沿岸还有东半部的沿岸的观测的浪高已经达到了2到3米这么高的浪高了。那阵风的部分呢，兰屿已经出现了10级的强阵风，新屋也有8级的强阵风。那当然，随着台风逐渐的接近当中，各个沿海沿岸的风浪都会在逐渐的明显增强加大，而且呢，沿海的空旷地区的强阵风尤其是北部地区或者是中部南部在今天入夜到明天凌晨，各地的风力也会在陆续的增加。所以提醒大家，台风即将在靠近我们当中各个沿岸的活动尽量避免，也要特别注意自身的安全。至于在降雨的部分，我们从定量降雨预报的趋势图来跟大家说明一下，今天白天到明天上半天这一段降雨的过程如同先前提到的今天从下午到晚上，随着台风外围环流的雨势一波一波的接近当中，在北台湾北部、东北部降雨越晚会越明显。那至于其他的地方的局部性降雨，主要是下午过后一些午后热力作用会有加强的现象。那到了晚上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的上半天，北台湾的降雨会明显的加大，尤其在北部的山区、迎风面的区域这个降雨的速度累积会非常的快。那另外呢，另一个现象就是在中南部地区，随着台风逐渐接近的过程当中，当风向转成偏西风到西南风的时候，中南部地区的降雨在明天白天也会明显的增强，尤其是在中南部的山区的降雨要特别的注意所以整体来说，今天在台风逐渐接近的过程当中，北台湾的雨势是越晚越明显，而到了明天，全台各地，尤其是北部的降雨最显著，风雨最显著。那中南部在山区的部分，也要开始留意持续降雨带来的影响。以上就是这一节最新的台风动态说明。好，咱拄则听到就是气象局上新的说明，嘛提醒北部的观众朋友要特别注意有可能会响强落大雨的情形。另外，要带大家来食手路菜，讲到咱台湾的小食，一寡人会随想到香讲香香的牛肉面，却唔知讲南北二路牛肉面的口味其实拢无相像。恭喜你获得18碗牛肉面！摕塑胶球出来甲结起。结到的数字，就会当得到对应的牛肉面。民众真拼死，因为这个牛肉面实在太成人。2019年台北市牛肉面享美国际大评比，伫咧这个活动的会场，有60碗牛肉面入围，规个摆起来，每碗拢有伊的特色。我的牛肉面里面没有一滴酱油，但是能做出红烧口味，而且我是用蔬果下去熬煮。这个头家伫比赛定定咧赢。今年伊又搁入围，伊讲这个好食的秘诀毋是伫咧豆油，是用中药控的汤头，添添真侪特殊的风味，安尼才掠会到顾客的喙齿。也搁有南部业者甲高雄的牛肉面原汁原味，规碗甲捧来台北。是从恒春车城那边延续母亲一路下来的，想说这个好的味道已经53年，想说第一次来参加试试看。无要予北部业者霸全场。有真侪中南部业者嘛上北来参加比赛，来甲看。湘北地区入围的有48间，桃竹苗中南部地区各3间，南部地区嘛有2间牛肉面店入围。南北的口味甲比指一下，北部是以红烧为主，口味较咸辣；南部是以清炖的为主，口味较偏清甜。也若采用牛肉的部位，就照业者家己的介意来去拣，让消费者可以尝试到说，你比赛跟你到店里的消费的时候，它是1比1一模一样的牛肉面，这样的话才会让顾客满意。讲到台湾美食，这个牛肉面的 PK 大赛，让消费者闻到香味，嘛鼓励优质的店家会当做出单调的品质。记者综合报道。小猪看错题目，竟想推给鬼遮眼。关于长鼻浣熊，哪一个是错的？这讲是错误的，找错误的。熊的鼻子应该是跟浣熊有关系，不然为什么叫浣熊？
跟浣熊独居错的。所以你的答案确定吗？确实是有血缘关系。有。我们是要选错的啊。是选错的，对。我跟你讲，不要跟你讲到选错的吗？我看错了。以为说那个是有血缘关系。这是鬼遮眼。真的。快下载17M抢奖金，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17Q。Surprise！ 放一个吗？哎 ，stop！ 所有新马的小鲜肉都是听我的歌长大的呀。路人哥，有人在追我。谁追你啊？喂，好像是警察。要我怎么帮你？你为什么要保护他？你跟那些到底做的是我的，是不是？8月30日起，每周五晚间10点，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阿姨啊，要回屏东了，叔叔要陪她回去一趟，可不可以照顾傻姑娘？这样，他今天超级怪的，感觉会被勾走。我觉得小圆是不是喜欢亮亮？尚飞真的喜欢小圆。追踪鸳鸯蝴蝶大侦探，让我告诉你，你文房四宝要出来。为什么？每周1至周5晚间8点，《女兵日记》语义报道。给那个湿的。真的装不见了那个。晚间8点，特意3个字。感谢福尔血糖机冠名播出。台视欢庆《航海王》开播20周年，带你前进无感体验动画纪念特展。6月14日起，连续8周，锁定播出画面、人物图卡，并上网填答，就有机会获得《航海王》特展邀请卡入场券。详情请见台视动画专区粉丝团。每周1至周5下午5点半，周日下午6点到7点，全程 HD 双语播出。敬请锁定台视动画《航海王》。直击火山熔岩，聚焦滔天海啸，挖掘史前考古僧秘，钻研先进太空科技，登上喜马拉雅山之巅，深入婆罗洲热带雨林。我们关怀脚下这片土地，也心系身处的蓝色行星。6年2190个日子里，踏遍3大洲7大国，飞越45069公里。探访台日7座博物馆，透过科技让标本活起来。得奖的是惊喜博物馆，国内唯一电视台坚持100%自制科学节目，台视带您拓展视野，展开一场科学冒险。8月30日起，每周5晚间10点，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小猪看错题目，竟想推给鬼遮眼。关于长鼻浣熊，哪一个是错的？现在讲的是错误的，找错误的。熊的鼻子应该是跟浣熊有关系，不然为什么叫浣熊？跟浣熊独居错的。所以你的答案确定吗？确实是有血缘关系。有。我们是要选错的啊。是选错的，对。我跟你讲，不要跟你讲到选错的吗？我看错了。以为说那个是有血缘关系。这是鬼遮眼。真的。快下载17M抢奖金，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17Q。Surprise！ 放一个吗？
所有新马的小鲜肉都是听我的歌长大的呀。有人在追我，谁追你啊？好像是警察。要我怎么帮你？你为什么要保护他？军哥那些到底做的是我的，是不是？8月30日起，每周五晚间10点，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阿姨啊，要回屏东了，叔叔要陪她回去一趟，可不可以照顾傻姑娘？这样，那天超级怪的，感觉会被勾走。我觉得小圆是不是喜欢亮亮？尚飞真的喜欢小圆。追踪鸳鸯蝴蝶大侦探，让我告诉你，你姐文房四宝要出来。为什么？每周1至周5晚间8点，《女兵日记》语义报道。给人个湿的。他的妆不见了，那个。晚间8点，综艺3国志。感谢福尔血糖机冠名播出。台视欢庆《航海王》开播20周年，带你前进无感体验动画纪念特展。6月14日起，连续8周，锁定播出画面、人物图卡，并上网填答，就有机会获得《航海王》特展邀请卡入场券。详情请见台视动画专区粉丝团。每周1至周5下午5点半，周日下午6点到7点，全程 HD 双语播出。敬请锁定台视动画《航海王》。直击火山熔岩，聚焦滔天海啸。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要提醒大家，交通部预告讲，针对无画车线的巷仔，骑车驶车的这个车速本来是40 km， 即马降低到30 km。车辆对大路挖入去巷仔内，驾驶甲速度甲放较慢，这毋那是安全性的考虑。伫咧现行的法规，大部分的巷路伊限速是每小时40公里。未来若是较下的巷路，时速要降到30公里。时速降低当然是会比较安全。比如说你骑很快的过程当中，另外一边的那个骑车过来说如果没有减速，其实那是真的蛮危险。你规矩定的是很好，那一定会降低肇事率。可是没有警察愿意执法，40降到30的话呢，如果行人跟车辆发生碰撞的事故的时候呢，致死率可以从35%降到15%，像是10%。民众的看法差真多，不过这拢是为着要降低事故的致死率。交通部预告要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其中有一条说明讲，若伫个无画车道线、分享线、分享限制线的路，也就是这款较下的巷仔路，车辆得行的时速要对40公里降到30公里。拟定讲10月初就要来上路。若是违反的人，上悬会当罚2400块。不过学者认定讲，这伫个执法顶悬有困难度。营业监视器也没有测速的功能。那另外呢，我们要靠警员去做执法的话，也很困难，因为我们的巷弄实在是太多了。另外，有学者建议讲，台湾会当参考日本，伫个巷仔内甲画这个3D 的飘线，互驾驶的人伫个视觉顶悬感觉讲，这个扰乱的物件变多，道路变下，通达到减速的目的。是讲遐济，上重要要是这个用路的人会当遵守规则，执法单位要搁加强处理，安尼才通真正降低事故的发生。记者综合报道。风台伫要来啊，搁拄到地动，真侪人烦恼中华八卦山天空步道触桥的安全问题。
中华八卦山的天空步道拄撞到七色真人节，来甲挂七彩的灯光，甲这个约1公里长的步道，甲成做真水的触桥。这个5花10色的灯光甲造景，互这条步道是安尼愈暗愈水。触桥的点灯活动，嘛请真侪民众来这参看。不二个，即马有民众反映讲，天空步道的空间有限，人一个坐就会造成4号甲5号出入口附近的公交银河环桥煞会害。人太多，就会摇来摇去，很可怕。办活动那么多人一起涌上来，就会像我们在走的时候。稍微有一点，这个我们都知道。县府的城关处嘛有派人来检查，讲这个天空步道伊是更固的结构，加上人较侪，伊的弹性就较大，民众感觉讲会害，这是正常的现象。承重的部分每米平方是300公斤，大概每米平方可以有4个人，因为这个是钢构的有点柔性的构造，会有一点轻微摇晃是正常。县府强调讲，天空步道的结构安全，有经过专业技师的签证，大家每角点嘛是拢有咧管制，随后会阁要求主办单位把人员的管制甲控制好势。八卦山的天空步道嘛，因为触桥的点灯活动，搁再回流真侪人潮，这个规个灯饰造景嘛要用到中秋节去，安尼天空步道的热潮阁通继续刷落去。记者综合报道。赶紧继续要带大家关心，强度风台利基马，即马往北北西的方向行，沿海风影慢慢变较透。气象局特别针对12个县市发布上大雨，也有大雨特报，提醒大家都要特别注意。有关风台详细的消息，嘛请大家继续收看咱台视新闻台。